第6講。今晚嘅大綱咧係啟示錄第17、第18章大淫婦巴比倫同埋新世界秩序。開始咧，我哋會睇巴比倫嘅始源，跟住睇神嘅禁忌同埋最早嘅離道反教。咁咧就會簡化地去睇呢個巴比倫系統，同埋咧係巴比倫至今嘅影響。最後咧係睇巴比倫嘅預言終結。我哋開始咧就睇啟示錄第17章。拿着7碗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裡來，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亂的酒。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帶我到曠野去，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獸有7頭10腳，遍體有褻瀆的名號。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用金子、寶石、珍珠為裝飾，手拿金杯，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亂的污穢。在她額上有明寫着說：奧秘哉，大巴比倫，做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做見證之人的血。我看見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對我說：你為什麼稀奇呢？我要將這女人和馱着她的那7頭10腳獸的奧秘告訴你。你所看見的獸，先前有，如今沒有，將要從無底坑裡上來，又要歸於沉淪。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見先前有，如今沒有，以後再有的獸，就必稀奇。大巴比倫17、18章。首先咧係睇一睇呢個大巴比倫嘅特質。頭一段咧，我睇到係大巴比倫咧係喺坐在眾水上嘅大淫婦。眾水上咧，聖經係解釋過，啟示錄亦都解釋過，係各方各民吓。咁呢個大巴比倫咧係與地上君王與他行淫，同埋住在地上嘅人喝醉了淫亂嘅酒。佢騎住咧係一個朱紅色嘅獸，呢個獸有7頭10腳。上一堂咧已經係好詳細解釋過呢個獸，呢個獸咧就係回教嘅國家嚟嘅。呢個女人你哋都穿着住紫色同埋朱紅色嘅衣服，用金、寶石、珍珠為裝飾，手拿金杯，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即係好富貴嘅。跟住咧係呢個大巴比倫係世上淫婦同埋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嘅母親。咁咧亦都係咧喝醉了聖徒嘅血，同埋為耶穌作見證人嘅血，即係殺咗好多聖徒嘅。基本上咧，我哋係睇到總共咧係有4個主要嘅特質。我哋慢慢咧係會睇落去。開始咧，我哋講翻巴比倫嘅始源啦。咁首先咧，我哋想睇2段聖經係講人喺地上邊嘅權柄。第一段咧係創世記第1章。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神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做食物。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
我將青草賜給他們做食物。事就這樣成了。大家都好熟悉創世記嘅呢一段經文。人呢係跟住神嘅形象去做出嚟。跟住呢係俾權柄佢呢係管理呢一個世界。大家都知呢係俾呢個蛇呢個撒旦係呃咗呢個權柄去。跟住創世記一路睇落去呢，就去到第6章，全世界都被污染啦，人類被污染。神呢係淨係留翻一個家庭，挪亞嘅家庭。挪亞受過呢個洪水之後出翻嚟，神又再講翻同一嘅說話。我哋睇睇創世記。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裏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凡活着的動物都可以做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如同菜蔬一樣。唯獨肉帶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們不可吃。雖然經亞當手失去咗，俾撒旦呃咗，但係挪亞出嚟之後，神仍然係俾翻同一個權柄佢。咁呢兩段經文有少少唔同。第一咧，我哋見到咧多咗地上嘅昆蟲都要順服人，所以咧我就唔係好明白點解啲女士都咁驚曱甴嘅。第二咧，驚佢人第二咧就係咧可以食肉啦同洪水之前咧係唔同，但係仍然咧係人有呢個權柄，冇失到，神冇攞走。跟住咧就係繼續睇創世記。當人聚集埋一齊嘅時候嘅力量啦。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裡。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做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做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那裡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咁當人聚集埋一齊講同一個言語嘅時候，神話佢哋咧以後所做嘅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人團結喺一齊嘅時候咧嘅力量係咁大嘅。咁邊一個帶頭組織呢一班人去起呢個塔通上天咧？咁咧係06，係創世記第10章。古時又生寧錄，他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所以俗語說，像寧錄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他國的起頭是巴別、以利、亞甲、甲尼，都在示拿地。他從那地出來，往亞述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迦拉，和尼尼微、迦拉中間的利先，這就是那大城。咁呢個咧係頭一個
帶頭去反叛06。咁喺呢度咧就描述佢係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嘅獵戶。其實面前咧喺英文同中文咧都唔係好貼切，唔係 before the Lord， 係 in defiance of the Lord。佢喺耶和華面前咧係敵擋耶和華嘅獵戶嚟嘅。喺啟示錄第17章，頭先我哋睇嘅時候咧，巴比倫亦都係一切可憎之物嘅母，可憎之物拜偶像嘅。咁其實所有拜嘅假神、拜嘅偶像都係巴比倫開始。咁我哋睇睇咧，以賽亞書。巴比倫的處女呀，下來坐在塵埃；迦勒底的閨女呀，沒有寶座，要坐在地上。因為你不再稱為柔弱嬌嫩的，你這專好宴樂、安然居住的，現在當聽這話。你心中說，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我必不致寡居，也不遭喪子之事。哪知喪子寡居這兩件事，在一日轉眼之間必臨到你。正在你多行邪術、廣施符咒的時候，這兩件事必全然臨到你身上。你素來倚仗自己的惡行，說無人看見我。你的智慧聰明使你偏邪，並且你心裡說，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因此禍患要臨到你身，你不知何時發現，災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毀滅也必忽然臨到你身。以賽亞書47章去描述巴比倫呢一位嘅女士，亦稱佢做加勒底嘅閨女。嗱，巴比倫係一個城市，加勒底咧就係嗰個成個地區嘅平原。咁呢度描述佢咧多行邪術，廣施符咒，亦都因為佢聰明咧，使到佢偏邪。咁好多時咧係知識令人高傲，自高自大。通常呢個特質喺巴比倫咧就係話恃住自己有一啲懂得撒旦深奧嘅秘密嗰啲人先人一等知道嗰啲特別嘅知識，嗰啲叫做 Gnostics， 諾斯底一族。好啦，咁睇佢幾驕傲咧，咁呢度又講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重複咗兩次喺一個 paragraph 裏邊。咁呢啲說話咧，其實應該係神講，唔應該咧係巴比倫講或者撒旦講。咁咧就睇睇喺呢度咧係我哋要留意嗰啲地方名，巴比倫、加勒底，咁另外咧係仲有亞述。這位必作我們的平安。當亞述人進入我們的地境，踐踏宮殿的時候，我們就立起7個牧者、8個首領攻擊他，他們必用刀劍毀壞亞述地和寧錄地的關口。亞述人進入我們的地境踐踏的時候，他必拯救我們。喺彌迦書5章5節6節，佢係描述末後嘅時間，以色列人呢係受到危急苦難嘅時間呢，神去拯救佢哋。咁呢度講咧係亞述人呢係進入佢哋嘅地境，咁神呢亦都用刀劍去毀壞亞述地同埋寧錄地嘅關口。咁上一堂講過咧，就係敵基督呢個最後嘅獨裁者咧，其中個名號係巴比倫王或者係亞述人。呢兩個地名有相當嘅重要性喺末後事件發生嘅時間。咁我哋跟住睇一睇咧，就係神嘅禁忌去描述呢個神嘅子民呢係唔應該咧去侍奉巴比倫嘅偶像。不可使你的兒女經火歸於摩洛，也不可褻瀆你神的名。
咁咧就巴比倫拜嘅神咧叫做摩洛。咁啊睇利未記另外一段。耶和華對摩西說：你還要曉諭以色列人說，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兒女獻給摩洛的，總要治死他，本地人要用石頭把他打死。我也要向那人變臉，把他從民中剪除，因為他把兒女獻給摩洛，玷污我的聖所，褻瀆我的聖名。那人把兒女獻給摩洛，本地人若佯為不見，不把他治死，我就要向這人和他的家變臉，把他和一切隨他與摩洛行邪淫的人都從民中剪除。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術的，隨他們行邪淫，我要向那人變臉，把他從民中剪除。所以你們要自潔成聖，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你們要謹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們成聖的耶和華。呢度有重複咧，係叫以色列人咧係唔可以拜摩洛，尤其係咧唔可以將自己嘅兒女獻俾摩洛，或者兒女經火。咁乜嘢叫經火咧？燒死吓。咁當時拜摩洛咧就有一個好大嘅火爐，咁咧就係掟嗰啲細路仔入去被燒死，奉獻俾呢一個嘅惡鬼。咁佢統治嘅方法咧係恐懼。咁點解巴比倫係會人係特別驚，要用呢個方法，我哋叫 appeasement 去用呢個獻出生命燒死自己啲兒女，係買怕咧同呢個鬼同呢個神。咁當我哋遲少少睇佢哋拜呢個神唔同嘅名嘅時候咧，我哋會有少少了解。咁甚至當我哋睇但以理書嘅時候咧，亦都發覺咧係佢將啲人係會燒死嘅。你們一聽見角、笛、琵琶、琴、瑟、聲和各樣樂器的聲音，就當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時扔在烈火的窯中。一路咧都係用恐懼嘅方法去統治人，要燒死人。咁喺聖經裏邊咧，最早期嘅離道反教咧，我哋喺士師記裏邊見到。約書亞在世和約書亞死後，那些見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長老還在的時候，百姓都侍奉耶和華。耶和華的僕人嫩的兒子約書亞整110歲就死了，以色列人將他葬在他地業的境內，就是在以法蓮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邊。那世代的人也都歸了自己的列祖。後來有別的世代興起，不知道耶和華，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侍奉諸巴力，離棄了領他們出埃及地的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去叩拜別神，就是四圍列國的神，惹耶和華發怒，並離棄耶和華，去侍奉巴力和亞斯他錄。咁當約書亞死咗之後，同埋同佢一齊嗰啲長老死咗之後咧，啲人就開始變質，去拜呢一個巴力同埋亞斯他錄。咁唔係摩洛，其實就同埋一個鬼，只不過唔同民族有唔同嘅名。咁記得耶和華俾摩西俾約書亞嘅戒律係乜嘢咧？教你啲兒女神嘅誡命寫喺你嘅寫喺屋，寫喺頭總之周圍都見將啲金句貼到成屋都係咧，咁啊好安全啦。咁啊好明顯咧，約書亞本身有冇做到咧？咁雖然佢係大英雄佢啲長老可能冇做到，所以一代之後咧
第二代已經係失傳。咁點解咁重要咧？當時即係我哋而家攞開個手機，我哋有聖經讀啊。以前要手抄本吓，除非你咧就係達官貴人，好多財富，唔係你冇可能冇一間屋企咧都有聖經嘅。咁所以咧係用口述嘅方法去傳遞，尤其係督責做爸爸嘅一定要教兒女。咁所以我今晚咧就帶埋我兩個女嚟聽啦。坐喺後邊。好啦，咁呢度講咧吓，係巴力。巴力咧就係即係摩洛，係 Philistine 嗰啲地方嘅拜個偶像嘅名稱。咁佢咧係太陽神或者係風暴嘅神。咁亞斯他錄咧一個女神吓，咁佢係豐收嘅神同埋戰爭嘅神。咁我哋睇睇呢兩隻嘢啦。咁咧由呢一節咧係講巴比倫系統啊，咁我做咗個簡化圖。